條毛都冇得到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觀下 K 啊！我今日同大家介紹我哋 Tiki Beauty 嘅新產品啊！首先我哋介紹呢一款先，12蚊。咁呢款呢，透明、防水、透氣嘅 size 我唔知啦，嚟借隻手試下先啊！好，大家其實睇到佢係非常之薄啦，哇，非常黐實嘅，甚至我同事嘅毛孔都睇得一清二楚。跟住介紹第二款，呢一款防水透氣不易留疤，幫助傷口愈合，同埋有4層嘅防水保護。咁而家呢款做緊優惠，15蚊一盒，20蚊兩盒，試俾大家睇下先啊！好，對比細塊嚟睇呢，其實佢個面積係大好多，係甚至係有佢嘅3倍咁大添嘅，可以黐住一啲較大嘅傷口。大家快啲過嚟各大分店買翻幾盒備用啦！